我係一位肺癌4期患者，長期服用標靶藥治療。我擁有從神而嚟嘅平安。我係一位肝癌患者，我復發過4次，換過肝，我擁有從上帝而來嘅平安。我係一位4期卵巢癌患者，過去4年我無間斷咁接受化療，我擁有從上帝而來嘅平安。我患咗肝癌20年，仲有惡性肉瘤，肝癌復發咗12次，仲換過肝，切過肺，切咗肋骨，做過好多次嘅電療、化療，我擁有從上帝而嚟嘅平安。縱然我哋一班癌症患者經歷好多艱難，但係感謝上帝嘅恩典同埋佢所賜下嘅平安，保守住我哋，帶領我哋走過每一個高山低谷。喺聖經詩篇第8篇3至5節，詩人描述咗我哋對上帝一份感恩嘅心聲。詩篇咁樣講：我觀看你手指所造的天，和你所安置的月亮星宿，人算什麼？你竟記得他；世人算什麼？你竟眷顧他。你使他比天使稍微小一點，賜給他榮耀尊貴做冠冕。我仍要到你跟前。
變